初来到惠州3年后，一纸诏书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荒远的海南儋州。在当时，流放海南是仅次于处死的极刑。刚来到海南岛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没有肉吃。震惊！因为太过饥渴，大文豪苏东坡竟然做出了这种事。他将黑手伸向了岛上的野生动物。好在他的野味探索没有白费，很快便发现并迷上了海南真正的美食——生蚝。他惊叹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，并一本正经地修书给儿子，让他千万不要公开海南生蚝的秘密，因为他担心朝中士大夫知道了会跑来海南跟他抢。谪居海南3年，苏轼才得以归还。在为自画像题诗之后，他在常州一病不起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成了他的辞世之郡。在生命的弥留之际，他平静地对3个儿子说：“无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”他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，黑夜从天而降。他看到了赤壁的怒涛，岭南的荔枝林，还有海南的苍凉落日。